腓立比第2章，既然恁甲基督结连，有得到激励；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；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；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，恁就有相款的心志、相款的疼心、和谐的感情、一致的想法，通互我充满欢喜，毋通自私自利。嘛毋通追求虚荣，反倒着有谦逊的心，看别人比家己较敖。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，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，伊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身份，出世甲人共款。用人的形体出现，以自愿谦卑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。安尼，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、地上、地下，一切的骹头趺拢会跪拜，一切的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。来荣耀爸上帝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伫恁遐的时，恁拢有顺趁我；现在我无伫恁遐，恁搁较着安尼，着继续行行蹑蹑带来完成恁的拯救。因为上帝时常伫恁中间在做工，互恁有意愿搁为实践伊的好旨意。无论做甚物代志，拢毋通埋怨，也是争论，互恁通清白纯洁，伫即个邪恶腐败的世代，做上帝无缺点的囝儿，就伫因中间发光，亲像光在照世间，来坚守死活命的信息，互我伫基督的日通夸口讲，家己无空空奔波，无空空劳苦。我若着用家己的血做奠祭，破伫恁的信心所献的祭物，我嘛欢喜，嘛要甲恁做伙欢喜。相款，恁嘛着欢喜，甲我分享欢喜。我仰望主耶稣，互我会当紧找提摩太去恁遐，互我通听到恁的消息来得到激励。只有伊有甲我同心，真正在关心恁的事。众人拢在追求家己的事，毋是耶稣基督的事。毋过提摩太会做人，恁拢知。伊甲我亲像爸甲囝，做伙为着传福音在服侍。安尼，我一个知我的代志有甚物结局，毋望会当随时找伊去恁遐。我确信主，伊嘛会互我真紧去见恁。不过，我想讲着找以巴弗提去恁遐。伊是我的兄弟、同工甲战友，伫我需要的时，恁有派伊来服侍我。伊真孝念恁大家，嘛因为知影恁有听到伊破病的代志，心真艰苦。伊确实有破病，甚至险死去。毋过上帝有怜悯伊，毋拿伊拿定，嘛有怜悯我，互我毋免搁加添忧伤。因为安尼。我赶紧要找伊转去恁遐，互恁会当搁见到伊来欢喜，嘛通减少我的挂虑。所以，恁着伫主的内面欢欢喜喜，甲伊接纳，着尊重亲像伊即款的人，因为伊为着基督的工作冒性命的危险，险险啊死，要保恁做无够的，替恁来服侍我。